英國業主一定要識法例篇 Part 1， 4個超重要日期。以前業主可以用 Section 21 No Fault Eviction 無過錯驅逐合法驅逐租客，其實係一條非常 powerful 嘅條例，特別係遇上租霸嘅話，有呢條法例就容易解決得多。而家政府會推新版本 Section 8條款，都有清楚列明可以合法驅逐嘅情況。喺新法例之下，今年有4個超重要日期，所有業主一定要知。第一個重要日期4月30日，呢一日係最後一日可以發出 Section 21通知。第二個重要日期5月1日，呢一日新法例正式生效。第三個重要日期7月31日，呢一日係最後一日可以開始法院程序。第四個重要日期8月1日，由呢一日開始，英國會全面取消 Section 21通知。如果你聽完以上呢啲日期，呢個就係你最後機會發出通知，千祈唔好錯過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